伫咧新正年头，真侪公庙拢会抽国运签，甚至各行各业一年运势签诗也拢会抽出来。对面小专家表示讲，若照传统来讲，公庙所抽出来分做公签加富贵签这两种。即马大部分大家拢伫咧关心的国运签，其实是公庙甲媒体合作，被制作画地而已。 每年新社真侪公庙会抽国运签，嘛因为安尼，当年度抽出的签诗要安怎解说，也会引起真侪讨论。不过有民俗专家表示，传统公庙抽的毋是所有的国运签，是代表当地状况的公签甲富贵签。龙耳门天后宫总干事嘛表示，国运签毋是正式的名。按正来讲，国运签是拢抽一支是几年的啦。但是其实按的运度有分四季啦。以阮遮来讲，阮拢以四季，阮咧拢讲四季签啦。民俗专家指出，按照传统的民俗，公庙会抽出四季签甲公签来代表当地的状况。公签是一切海潮、渔业、农业等等的自然运势，四季签是一切在地一年四季的社会景势。这两种签长久以来成做当地民众兴趣的禁忌。 包公签，咱可能就是话各行各业吼，像讲伊有这个水疗，可能是渔业，嘛有这个农业吼，数据是咱地方吼，可能一年四季吼，你这个时间点吼，无同款的这个社会景势。 阮总还嘛认为，公签即摆会变做大家所讲的国文签，其实是公庙甲媒体合作出来的产物。媒体有这个需要的去甲公庙做一个结合。 所以为着要炒作一寡议题，所以可能会甲这个公签甲无限扩充。专家提醒，公庙的公签甲富贵签原底是根据各地的需求发展出来，甲在地较有牵连，无一定会代表规个国家的情形。公签、富贵签、国运签的缘由甲变化，希望民众会当有较深入的认识。记者郭碧君、庄佩文综合报道。